今仔日游玩是伫拍拼练台语，就第一个 space 的空间，毋是一直搁开的，是另外一个销售员开的。毋过伊就有邀请我起来讲话，因为可能人数较少，较有法度发挥。因为人若伤济啊，你要插话，就变做讲等诚久，搁一句，搁爱甲人排列啦，相济抢，当然就无趣味，就用听的就好啊。我较爱的一寡所在，就是讲迄个主持人啊，带人可能就是人较好，较袂讲，就是讲看起来人诚好斗阵会甲我鼓励，安尼我较有勇气开喙。若是用听的，就无差，就迄个人若歹剃头反正我嘛无伫讲话，就较袂变做一个目标。就豆豆找游玩是找着一寡较友善的环境亲像讲拜一会教囡仔读册其实人诚少，毋过就是拜一拄啊好，阮翁伫边啊而且可能有时阵讲话就较袂讲啊落长搁有即个马文这嘛诚好啊，因为马文遐就逐工拢有一点钟嘛会当哪读搁会使读了，搁会使开讲搁有一个是上班时间逐礼拜2届毋过就是上班时间，迄讲话拢爱做细字就较无自在毋过就是讲安尼不是安尼。嘛是游玩有讲台语的机会实际上嘛有一寡台语伴毋过就变做讲若去敲电话，有可能伊嘛足期待你用来甲伊讲话毋过逐个拢惊甲人搅了嘛惊讲毋知影要讲啥物话题，就是无一个足惯势的对象就伫遐食练就变做讲爱去台语人即个空间毋过台语人有可能就是较会嫌讲这个人讲甲足无流利的会惊替人嫌，嘛惊讲家己无啥物话题，拢是因为无信心无自尊心，自尊心较低信心较低就用听的，因为听的较袂较无即种条件的要求若去讲就会惊讲惊东惊西，有可能进前我就做想要讲甲诚好势，就颠倒有一寡障碍过来就是有参加一寡台语课加减会使问2句搁有家教的课，家教因为是一个对一个拢做有机会讲。其实讲台语看起来是有机会毋过毋知为安怎，就是讲可能讲出来嘛会调安尼即个音调毋是抓甲足准的，这有可能是个人的关系就是讲我对声音的掌握本来就较无遐赖无遐赖就变做讲即马搁有会有会就是讲话会受着头壳内华语的影响跳牵去牵去变做讲若进伫一个台语的环境可能就会使调整哪调整，而且嘛足自然安尼讲台语毋过即马无即个环境爱家己去找，就变做讲就是无遐自然的环境会当讲安尼就随讲出喙其实即马食头路讲话机会本来就无遐济可逐工讲3、4句就诚济就变是有这问题有可能嘛变做讲
头壳内底拢是讲爱计讲啊做溜啦，爱一直连加连食讲，一直安尼想，毋过阁想讲奇怪，拢无啥物机会讲着吼，就变做一种较负面诶想法所以讲是爱放下是有影，就是放下讲今仔日我爱讲甲互人白嫌弃。就是惊人嫌，惊人心内安尼插插念，讲这个人安怎？就是家己伫生份人诶心肝头到底是啥物评价？就是想要伊济，就变做讲话就足保守保守就变做足碍弱无法度足自然去讲就是惊见笑惊嘛惊讲家己诶表现是毋是有伫别人诶期待就变做佫足惊着伤真正诶原因就变做讲即马就是爱家己去讨白知影讲就是至少知影讲爱找机会练习亲像即马安尼罔练习，安尼练诶，就是上无有讲就算讲无进伫即个环境毋过佫有讲总是比拢无去讲遐佫较好。就是即马我爱比较诶，毋是讲紧变做别人心目中讲出喙就是一个台语喙就莫安尼想，就想讲加一个机会，家己当做足自然诶，就是有机会我就把握这就是我即摆诶状态就是伫咧公司食头路，就会想讲我诶期待就是去互人牵心做一个副手做主管诶爱将就是安尼期待，就变做我就一直伫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情景，就是讲我还袂达到即个目标即种失落诶情景内底即摆台语犹原是安尼，就家己留伫即个情景内底，就是讲无台语环境即个情景变做讲我换一个念头就是讲有机会顺手就来练习若有就趁着就亲像讲伫咧公司就袂想讲我即马是还袂达有一个目标伫遐我即马无达到即个目标就是失败，就是家己是就是伫一个失败诶状况就是进伫即种理念内底无就是进伫一个无台语环境诶即个理念内底这拢是对代志无帮助嘛毋免管讲家己伫咧别人心目中诶评价是啥，是为着要互家己较欢喜诶，就是有欢喜心欢喜心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互别人安怎甲我想去安怎甲我写take安怎去评价就是想要做一个成功诶人，做一个有啥物代志有完成诶人即种压力一直甲家己缀牢所以会定定想讲家己几分，别人几分为安怎分数犹原是安尼加甲安尼白看字原因应该就是安尼，就是我爱调整家己诶状况即马是就像讲我有去参加即个群组，就是翁有外口有查某诶即个群组。若讲即马换一个理路毋是讲今仔日逐工咧第当转来回头，所以伊是一个
会欠安即种状态安尼拢袂快乐。即摆若换一个我着才想讲对即摆状况着毋是遐如意，不过不要紧，若有着捡着，顺续家捡起来。莫一直想讲我即摆是伫一个还袂成功，想要成功，有可能无达着目标的状况，是一个失落的、失败剩一半，较无焦装较无好势的状况，莫安尼去想。我爱转变我的理路，爱甲我的欢喜心找转来。我着接受即摆的状况，就是可能就是即个台语环境的欠缺有人可能就是伊有即个台语环境，所以对伊来讲，这台语足自然的着莫甲因比较因为逐个环境是无共的。安尼我着接受讲，即摆我的状况就是安尼，环境就是安尼，有掠着机会，着尽量练嘛免一直想讲我即摆分数伫倒位，我的排列是排第一头前抑是安怎？因为安尼比是比袂了的我即摆着变做讲有机会趁着这就是趁着，用趁着，毋是去想讲为安怎我拢想讲第一讨食共款就是做跟遐久跟着一寡物件食袂饱呢我着变做一种心理，着感觉讲这无够食这食一煞安尼结果足可怜的。我想讲毋免安尼想，我的欢喜心就是不要紧即摆食着的看到的得到的拢是假的就是用这种方法去甲家己的欢喜找转来，就亲像讲学台文听广播电台阁有讲甲台语人伫网络去开讲拢是共款就是就是若这无至少阁有另外一个若讲无人甲我讲台语至少会当上无会当去看台文有一寡台文的网友因为这网友无法度甲你记住就是今仔日着看台文无着无机会讲话用听的听台语，就是去转换，就是我即摆就是安怎做拢是加趁的总是比讲拢伫中文的环境就毋免阁去比较讲为安怎三问四问这其实是无法度互家己欢喜就是转换我的念头，就亲像讲我讲迄个工作伊若逐工去想讲哪会使有人安尼，我足委屈的。毋过安尼想，其实对代志实在是无帮助，是承认讲家己有感觉委屈，家己有感觉一寡较负面的，这会当去承认。毋过会当去想讲，甲欢喜心找转来毋免讲惊得着，阁惊失去，毋免讲有一个目标讲家己是无达成目标的一个失败的状况就避免安尼家己安尼想就是零巴台语汉字嘛家己加趁的，零巴罗马字嘛是加趁的拢是趁着的。莫去想讲我着遐拍拼，我着去读这为安怎别人阁安怎这就是有一个目标的想法甲这个目标放伫变做讲家己无达成这个目标，就是就是一个无够好势的人这就是思想的陷阱我爱家己跳出来
毋茫会使对家己做有帮助，就是安尼。